礼拜，吼，感谢主。礼拜伫要开始，请将手机仔关机，按时先准备礼拜。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煞到万代。只是请咱做伙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28首，圣诗第28首。天父看到七照跋落，请起立来吟全首。一杯
心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你保守我平安，求你赦免我的罪，原谅我的过失，求你加添智慧伫阮，也帮助阮行入你所欢喜的道路，直到年老拢无偏离。求你帮助真碧光长老，互伊所讲的道拢通互阮得到帮助。只是阮当心用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54篇，启应文第54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我来启，请兄姐来应。心灵散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枵喙打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把祝；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正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只是小也信要来传咱领受上帝的话。我来读圣经，记载伫箴言第22章6节，教导囡仔行合伊的路，伊到老拢袂歪错。另外一节，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假是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就会记得我大字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愿上帝祝福既若领受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只是主耶要来落落上帝，因所要用的是歌是我相信。
愿意找水的歌声，食水芳芳的坐，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接纳。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曾碧光长老，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爱的接棒”，将时间交予长老。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吼！今仔日因为咱总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的关系，所以伫这个所在有机会通甲大家来分享咱教会教育的事工。咱会当看见吼，今仔日较无共款啦吼，咱真侪小朋友吼，小朋友就坐在旁边啦吼。那这个对我是个挑战啦。我本来拢要讲台语，一想毋对咧，因可能爱踮遮坐咧20-30分钟吼，全部拢听无吼。这咱会当想象吼，咱若坐伫以色列人当中吼，因讲的话咱拢全部拢听无吼，啊坐真久吼，迄真艰苦。所以我尽量啦吼，所以有当时可能会讲华语啦吼，要让小朋友听得懂吼。那这个我觉得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吼。最近全球都在瞩目的应该是以巴之间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我们都可以看见全世界举凡重视教育的民族或国家，这个国家一定都是非常的兴盛。大家都可以理解，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曾经有英国的首相这么讲国家最重要就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教育，第二件事情教育，第三件事情还是教育，所以教育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期待透过今天的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让大家对于教会的教育事工有更多的理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让我们的小朋友们，让我们的儿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认识上帝，因为主耶稣你爱我们，让我们透过主日学的教导，让我们透过许许多多的教育事工，增进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主，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上主的手中，求你亲自保守带领，施恩祝福。谢谢上主，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咱会当过来看拄仔所读的圣经节啦吼。今仔日圣经节真正是简单，大家拢了解吼。教导囡仔行合宜的路，因教老拢袂歪错。咱来看这个圣经节，会当知影讲，伫细汉囡的时阵，在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走合宜的道路。什么是合宜的道路？正确的道路哈。那么我也搁分享。第2句的圣经节，伫马太福音才有写，假是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就会记得我逐日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我想这是一个命令，嘛是一个应允啦吼。对咱来讲是真正的重要。所以伫咱教会的这个事工内面，咱的总会对教育事工真正的重视吼。我敢若字了毋对去吼，来，好，咱来看吼，总会教育事工内面，第一项就是主日的教育事工。所以各位兄弟，咱伫今仔日的这个教育主日内面，看到物咱兄弟所奉献这个听心呢，伫总会伊会安怎去运用吼？我想真重要，互大家当了解。第一就是咱主日的教育事工，所以总会会出版侪有关咱伫主日的教育内面真侪的教材，所以咱教会会当讲是一个真正的受到祝福一个教会。为什么呢？咱的主日的老师30-40个人这是足侪因为足侪兄弟拢有这个心志，愿意来投入这个教育的事工，所以伫参与的当中呢。咱需要好的教材，互咱老师伫使用的时阵，会当对囡仔的教示更较好。我想这是真正的重要。
啊，上时咱的总会呢，嘛会办一寡研讨的这个研习会，互老师会当了解讲，咱这个教材应该安怎样来用，对伫囡仔的教导会更较有帮助吼。嘛咱兄弟若有这个机会吼，会当同齐来参与。过来就是伫门徒的这个培育顶悬，咱的总会嘛会透过咱伫这个主日的顶悬或者是办侪的研讨会，互门徒的这个灵性会当得到更较好的培养啦吼。对伫咱圣经吼，对伫咱的信仰有更较侪的认捌。第三项就是伫灵性形成的事工，这个部分总会嘛真正的重视，总是伊会办研讨会，所以大家毋知伫周报注意到吼。其实我拄好报告遮的，若伫大家若有注意咱的周报，其实伫周报拢捌出现过。吼，伊会办一寡研习会、研讨会，邀请大家来参加。总是有当时咱无一定会去啦。吼，有当时咱就是讲时间上不方便，所以我们没有去参与。吼，总是遮就是讲总会伫推展的顶悬，望对伫所有的咱的信徒吼，咱的会友有更较大的帮助。过来就是第四项生命教育吼。咱在座我的印象当中，咱教会敢若较少有兄弟去参加这个生命教育事工的研讨吼。其实咱的总会所办的这个生命教育事工的研习营吼，伊是我若无记唔对，应该是2天1夜啦吼。较早拢办伫崇光女中吼。其实这个咱总会所办的这个生命教育研习，是伫教育部内底算讲不哩有受到重视啦吼，表示讲咱办的这个生命教育研习是办了真好吼。这嘛是总会伫推动的这个教育的事工。上尾一个就是咱的迄个亲子教育的事工吼。伫这个部分总会嘛是真正的重视，会透过亲子教育相关的册吼。这个部分我等下甲大家报告。咱大家毋知知影无？总会有出版一套迄个绘本，大家知道吗？我毋知大家知毋知啦吼。这个绘本要我举一个咧，王金河医师，大家知影嘛吼？嘿，总会有特别为着伊出一本这个绘本，将伊的故事出做绘本。为什么要出做绘本呢？毋是单单这个王金河医师啦吼。我会记得是南大卫吼，南大卫医师嘛有出这个绘本吼。就是侪咱宣教的这个先辈吼，拢有出这个绘本。为什么出这个绘本？因为要互咱的家长伫厝的通甲囡仔教，讲互囡仔听。所以咱这个绘本嘛，有伫咱的主日学内底来使用。咱较早拜六佫有采访营的时阵，咱会使用这个绘本来讲互囡仔听，因为这内底有足侪通甲囡仔解说有关信仰、有关品格的这教育，互因会当了解。这拢是总会伫推动的。然后我要甲大家报告一项代志，就是咱主日的老师吼，即马比较早佫较有福气，就是总会会将咱的主日的教材吼数位化，所以即马拢有数位化的这个教材吼，甚至有影音啦，就是讲，所以有当时咱若讲我敢若故事讲了无啥好吼，免紧张吼，有影片通看吼，有影音通互这个囡仔通了解。所以这对咱教会教育来讲，会当是足有帮助的。所以这拢是总会伫推动的这个教育的事工。所以其实总会对伫教育的事工是真正的重视。同款咱教会嘛是同款咯，因为咱是总会下边的一个教会嘛吼，所以咱对这个教育的事工嘛是真正的重视吼。过来我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咱来看吼，教育是真正的重要。总是上帝家己，互咱真好的模范吼。我想上帝亲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了吼。教育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咱大家来想看卖吼，伫圣经内面，上帝什么时阵开始教示以色列人？咱若要讲，其实是对亚当迄当阵就开始啊，对毋对吼？总是迄当阵是拢较个人化的吼。伫圣经内面应该第一摆啦吼，较正式的吼，较正式的。咱若要讲教育，像敢若讲咱去读册，好像我们上学一样吼，比较正式的。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阵，
上帝亲自甲摩西吩咐什么话？10条诫有哦，哦，迄是足正式，就是甲因讲，以色列人爱守10诫，吼，10条诫，啊，然后有一寡律例甲典章爱遵守，吼，比如讲，啊，伫老百姓的当中，上帝就甲因讲，甲摩西讲，吼，你要甲因宣布我的律例，吼，啊，应该安怎样来对待因的奴仆，哦，应该人若犯错的时阵，应该安怎样来处理，拢伫这个时间，上帝是足正式的甲摩西交代。啊，咱若看这个圣经，会当知影讲，摩西去了后，去西奈山顶悬、西奈山顶悬咧，摩西有搁落来甲因讲嘛吼，啊，总是讲了时，伊搁去西奈山。第二摆去西奈山的时阵，上帝用什么话摩西？大家毋知记哩无？两块真重要的，石板对毋对吼？上帝亲自刻这个石板，互摩西带落来。啊，这个石板带落来过程啊，大家当看到，上帝有特别讲一句话，讲，咱来看这个圣经者哈，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上帝甲摩西，耶和华甲摩西讲这个话，吼，啊，咱会当特别注意哦。伫这个圣经材料，就是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第25章以后，所有的咱毋知，大家毋知有印象无？伫迄个所在开始就讲啊。造柜啦，造桌啦，有无？即个刀啊啦，吼，安怎做？是毋是讲个足详细？吼，咱大家若去看，普通时咱若看到这是足侪兄弟就讲，哦，这敢若讲真济安尼啦，吼，啊，毋知要安怎读啊，重点就伫倒啦，吼。总是伊主要是伫讲啥？讲上帝，就是我拄仔讲，伫即个当中咱看到吼，上帝甲摩西讲。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照我所甲你所指示的样式来去做。所以这个样式应该安怎做？上帝伫迄个所在，甲摩西交代甲清清楚楚。各位兄弟，上帝望咱人安怎样来遵探伊的旨意，伊亲自来教示咱人应该安怎做。我想这是上帝对咱的一个教导上好的模范，让咱看见。同样的，我们今天希望我们下一代遵守怎么样的规则，或者是建立什么样的品格，也是必须透过教育。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想上帝亲自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所以，这个回到我就想到，伫准备这个时，我就想到牧师所常讲的，讲咱爱做。掠什么会做准则？圣经对，圣经内底所写的，就是拢是上帝甲咱教示的，你应该安怎做，你的生活安怎做。所以吼，甲各位兄弟分享吼，咱的生活吼，拄到什么困难的时阵，或者是感觉我做什么代志安怎做较对，咱有了义的时阵，应该安怎？找圣经啦。就是来读圣经，看圣经内底安怎样写，看圣经内底安怎样写。所以拄啊，咱是毋是有看到小朋友伫演练吼，那么因会读真言，为什么要叫因读真言？其实小朋友读真言是不容易的哦，大家不要觉得很容易啊，还是很不容易啊，因为他们念的是什么？和本的真言。为什么让他们念和本的真言？因为和本的真言，文句比较优美啦，比较容易记住啦。我想大家在背的过程应该有这种感受。那我们就是希望这些箴言、上帝的教导，可以刻在小朋友的心板上，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我跟大家分享吼，咱的小朋友读箴言吼，他们要念很多遍了。小朋友第一章念过几遍了？有人比手势20几遍了
为什么要念20几遍？因为念21遍之后就会记起来了。你拢免去背啊，拢免去背哦，读1遍、2遍、3遍，读到21遍的时候，你大概就背得差不多了哈。所以他们在背第1章的时候哈，是背到那个20几遍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小朋友是可以不用看书了。好，这最重要就是讲，将圣经的教示放伫因的心肝底，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了。好，这是最重要哈。所以我想，上帝伫旧约的时阵，互咱真好的教示啦。过来，咱嘛通看，伫主耶稣的时代，伫新约的内面，耶稣嘛是亲自做一个上好的模范吼。大家拢知影，主耶稣做足无简单的代志，对人来讲吼，上歹做到就是耶稣，我认为啦吼，耶稣甲伊的学生洗骹啦，吼，这是身教，这是身教。大家毋知影无？因为圣经的关系，所以伫教育界吼，嘛有一个领导学，或者仆人领导，吼，这外口嘛有册啦吼，总是伫学术的研究顶悬，这个嘛是加做一个派别吼，因为主耶稣的这个从马太4福音书里面衍生出来的吼，仆人领导咱嘛当看见讲，耶稣像咱拄仔伫读这个启言内面，就是讲到这个8福吼，这个8福嘛是耶稣亲自甲咱讲的，所以咱圣经在内底安怎写？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是主耶稣开嘴，甲因讲这8福这个代志。咱来真做什么款的人，才会当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亲自上好一个教示。会当看见就是讲，上帝伊亲身互咱知影教育的重要，所以对伫咱的细囝伊无了解的所在。咱就爱来甲教导，互因会当了解。我想这是教育事工真重要的所在。咱现今伫教会内面咱的教育事工，我想大家拢真了解。总是大家当知，伫儿童主义路的部分，咱拄好看到咱较来献诗的时候，咱的儿童敢若为较大汉为真细汉咱知影儿童是几岁无？几岁？听到12岁啊，18岁，18岁，这毋是我讲的，这是联合国的规定啦18岁以下，所以咱要注意到，小儿科拢会甲你讲，18岁以下要看小儿科有无？迄毋是要趁钱，大家莫误会，迄是因为18岁以下界定是儿童，所以咱的这个儿童的主日路，就是对伊出生一直到18岁这个期间拢规定儿童主日路，所以包括青少年的主日路，咱嘛是属于儿童主日学的部分。只是青少年，你甲讲儿童，他们不大高兴所以我们都叫青少年主日学了就好像那个高中生、国中生，你不可以叫他小朋友他的感觉就我就很大了，为什么叫我小朋友所以咱儿童主日路的部分就是，咱看见圣经在内底有讲咱都要读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甲大家报告咱若去看这个圣经站当然咱即马泡泡的顶头看到是一个是台语，一个是华语啦讲的无啥共款。我要讲的是讲，咱会当看见这因为翻译的关系其实你若去看另外其他的版本像你英语的版本内底伊写的是啥？写训练囡仔行伊应该去行的路。训练甲教导就佫无共款训练甲教导差伫倒位？教若以中文来讲，教是摕较简单、较直接的迄个teach的动作尔，就是教安尼尔。总是训练还佫有啥物货？佫 practice， 伊还佫去做，对毋对？伊还佫去做。所以咱对伫小朋友即个教育内面，望的就是讲，毋是摕伊咱甲讲道理安尼尔，摕甲讲道理，这真重要。总是佫较重要是爱互伊去实际去做，爱将伊遮个所领受到圣经的教导去行出来。我想这是佫较重要，对咱的囡仔来讲。所以伫主日路教育内面，咱会当看见咱若参加主日路教育的老师，就拢会当发现讲，
主日的教育有当时也毋是摕咧讲尔，佫有较侪参与，或者是讲，互因一寡训练的机会。咱卖当看见伫圣经内面有讲为什么囡仔爱教导？因为囡仔的时间是上界单纯的啦，上界单纯。伫这个时间来建立因信仰的基础，对因一世人来讲是上界在的啦，上界好的。咱大家拢有当分享讲，咱伫细汉仔时所受到的教育，对咱一世人影响是足大的。伫圣经内面嘛有讲这个像咱伫前报顶看到，有囡仔要去挖掘耶稣，总是伊门徒甲伊禁止，耶稣甲因讲啥？讲毋通禁止囡仔来到我遮为什么？因为伫天国内面就是即款的人。我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伫天国是亲像囡仔即款的人？因为这代表就是讲，毋是咱就讲我们要回转向小孩。这个回转向小孩上重要就是讲，咱不要忘了起初的心就是恢复我们起初的心。回转向小孩的意思，咱无可能亲像囡仔，总是上重要是咱爱转到咱常常去想咱的初心啦。我毋知各位兄弟，咱去思想你拄信主的时阵，你对上帝有足热心的无？你拄信主的时阵，你对上帝有足热心的无？你即马有搁较热心无？嘛紧，你答案毋免讲啦我看有个人伫害头这为什么？这就是讲，咱爱像毋通袂记咧咱初信主迄当阵的心志咱爱亲像囡仔共款咱爱去了解上帝对伫咱的引带甲教导。所以要甲大家分享是伫咱的教会内面，咱的儿童主日学我要甲大家报告像我拄仔讲的，咱的教会内面有侪兄弟伫参加伫主日学教育内面，这是一个真好的真优质的服侍团队这是上帝的恩典啦因为咱自以前一直到即马，咱的信仰的先辈所建立所拍下来真好的基础。第二就是我要甲大家报告，咱拄会当看见，亲像咱的小朋友拄啊伫遮献诗啦咱有足侪老师会参与有的人是真够带歌亲像恩亲、恩仪、建民有的人呢真够讲故事亲像方美长老搁这个曹金校长等等因拢真够讲故事桂智老师嘛，足够讲故事的过来就是，咱伫这个教育过程内面，特别重视的是品格的这个培养我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拄啊我伫讲的过程讲，其实咱对小朋友的主日的教育，毋是教导尔，搁一个就是，我较望搁是训练啦训练的意思是讲，所以各位兄弟，咱对咱每一位主日的小朋友，咱拢有责任我们每一个会友对主日学的教育都有责任，不是只有主日学老师。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刚刚念到的经文里面说，教导孩童走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这个教导我多讲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训练啦。所以咱对每一教会的每一位会友这个我要讲给小朋友听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会友对小朋友都有指导的责任。如果说我们的小朋友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他的行为不是很端正，或者是有不合宜的时候，大家都应该跟我们的小朋友讲，你应该怎么做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家，所以在这个教育的事工上面，不是只有主日学老师才参与这样的事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发现我们的小朋友在行为上、在言语上有不妥的地方，就可以跟他讲说，你应该怎么做才是比较正确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责任就是我刚刚讲，我们不是只有教，只有言语上的教导而已，
更重要是品性上的指导，让他走合宜的道路，走合宜的道路。那这个也是我们教会所重视的，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主日学教育，透过儿童主日学的教育，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坚定的持守信仰，让他们能够了解基督的信仰。那第二个呢，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去传扬福音。所以要给大家报告的是，我们在主日学的教育里面，都会邀请小朋友，如果教会有重要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暑期彩虹营的时候，就会邀请他们的同学来报名参加。有传福音的机会，就要去传福音，这个是给小朋友一个最直接的教导，跟他信仰的实践。那第三个呢，我们也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导主日学教育的过程，培育我们忠心的下一代，培育我们忠心的下一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刚刚讲的是儿童主日学，那一定就会有人讲啊，主日学到18岁对不对？啊，18岁以上的咧，嘿，18岁以上就是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的部分就是，我想大家拢会当知影啦伫圣经内面有真好的教导伫马太福音28章20节这个啦既然我所吩咐恁的就拢爱教示因遵守，我就定定甲恁伫地，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讲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去教导他们遵守，教导他们遵守，那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咱在上主要所教示咱的，咱爱去甲人分享，其实这是爱传福音啦，爱传福音，对咱来讲是真重要。总是伫教会内面，表示什么？表示讲咱爱不断来受这个教导，会当了解圣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所以咱的成人主日学，毋忘的就是讲第一点，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真做会当忠心去教导别人的人。因为伫圣经在内底有写，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0节这个所在讲到，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我们要能够成为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各位兄弟，这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啥？爱忠心。第二个条件是要会当教导。所以你若无了解，是要来去教导。所以我想这是足重要的，这嘛是成人主日学真正的重要的所在。我要甲大家分享咱教会成人的主日学应该有不哩久的历史啦。因为伫李长老迄个时代，我会记得有开班啦总是起起伏伏。那我们就会希望说，我嘛借今仔日这个机会，甲大家兄弟来分享。我毋望大家若会当，咱就尽量拨时间来参加成人的主日学，因为牧师的讲道嘛是一个教导，总是这个讲道一礼拜才一届尔咱实在讲，对咱来讲有较无够，意思就是讲，通较搁较济会参悟啦第二个就是，咱也会当参加成人主日学，对咱来讲，搁较一个重要就是，因为咱会受到激励，咱会当去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对咱来讲是真正的重要。因为咱拢知，对大人要传福音，毋是遐简单的代志，真正是无遐容易啦因为大人的思想、性格，那个大概都定下来了。我们要去改变一个人不容易。大家有没有发现，人什么时候会找上帝？苦难的时候，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兄姐，您会进到教会，当初是不是经历在苦难之中才进到教会？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历苦难，你就在教会，你要不要感谢主？你真幸福
像我细汉的时，就是毋捌听到福音，我真正是去上帝讲卡装，上帝的恩典才能够进到教会。所以，如果各位兄姐你没有经历苦难，你就进到教会，这真的是上帝莫大的恩典，要珍惜，要珍惜上帝莫大的祝福。所以，咱当看到伫圣经上内底嘛有写咱讲圣人主义，你看这个所在写啥？使徒行传17章第10到12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两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各位兄弟，你看这段圣经在讲什么话？天天考察圣经。所以我拄仔讲因为牧师有讲到，咱来做礼拜，一礼拜一摆，对不对？次数比较不足，所以望咱大家会当够多参加成人主日学，让我们多一些的这个教导。多一些的学习，我给大家报告咱看这段圣经在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不是与不是。这道是什么道？不是，这道不是圣经的话，这道是前面保罗的话。中文袂当安尼写，你去看英文版你就知影。伊是要去查考保罗讲的对还是唔对啦？所以查考圣经有重要无？咱才知影咱所听到的道，包括我拄仔讲这对还是唔对啦？我有黑白讲无？有蓝山讲无？这最重要的，基本是伫倒位查考圣经啦。就是牧师甲咱讲，掠什么会做准则？圣经做准则。所以圣经是爱定定读，爱逐工读，咱才能了解。所以咱参加圣人主义咯，其实对咱来讲最重要，因为现代人大家拢进无用，有当时咱可能时间较不足，总是圣人主义咯对咱来讲是更较重要。所以要甲大家兄弟报告咱的教会圣人的主义咯，目前就是每一天早起时啊。牧师拢会线上灵修啦，线上灵修，迄个是一个真好的查考的这个参考。过来就是咱主日的早起时，像今早起今仔日早起8点半的时阵，伫地下室有一个这个成人主日学这是芬兰传道带的过来就是像咱今仔日那明仔11点伫咧地下室李长老有带信仰查经班，这三种我想对咱教会来讲，性质拢无啥共款，性质拢无啥共款，牧师所讲的，就是以圣经来做解经，这个成人主日学的部分，就是比较较偏向一卷一卷书的这个类似概论安尼互咱会当整体性的了解这是对咱的信仰来讲嘛是真好的造就。有当时足侪代志咱可能无了解，但是透过你圣人主义咯，会当有更较侪的讨论讨论是比较多的。过来就是李长老这个信仰查经班伊是用这个新眼光的这个读经的材料来做分享。无共款的这个分享对咱来讲拢是真正有造就，所以望咱兄弟会当来参加啦不管你的时间上倒一个时间较方便我意思讲，你若礼拜四来教会尽量莫讲来做礼拜做煞就走啦意思通时间小掠较长的，因为咱礼拜的时间应该甲分别出来，所以通较早来或者是较晚走者互咱家己受到更较侪的造就。咱若每一天有时间当然逐早起拢会当来听牧师的这个线上的灵修这是更较好所以咱每一位兄弟，咱伫个教育的顶面，
会当诚侪咱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咱伫教会内面来参加成人主日学，来参加成人主日学。简单讲，我们不是去造就人，就是被造就。我们不是造就人，就是被造就。上尾啊，我要甲大家兄弟来分享我家己的故事啦吼。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圣经是看不懂的。我第一次碰到中文，可是为什么中文字兜起来我看不懂？可能你们都很聪明，都没有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是对我来说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当兵啊，刚当兵嘛，我是当兵前受洗的，当兵后受洗。可是我在当兵前信主，然后呢，我去这个当兵的时候呢，就特地拿了一本圣经带到军队里面去，希望呢能够好好的来。总算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好好的专心的当兵，专心的来读圣经。想说超累了可以读一下圣经嘛这个抄不是抄写啊，是被人家抄了。部队操演很累的时候可以读圣经本来是希望这样子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圣经一翻开也看不懂，真的看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觉得很挫折。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同袍这个同一个寝室的，他应该是属于我看他拿的是李长寿，是不是？应该是台湾福音书坊出的，就另外一个派别的。他就每天拿着那个圣经哇，笑眯眯的。我说：“谢弟兄啊，你在看什么？”我在看圣经啊。他们的圣经的封面跟我们的圣经封面不一样，他就读得很甜蜜这样子。我说：“你可以教我一下吗？”他说：“我没办法教你。”我可以把我的圣经借你看，可是我还是看不懂。各位小姐，我一直到退伍之后我到了应该是我不晓得奇玉现在是不是在那边聚会，就是淡水国语礼拜堂。我去聚会的时候呢，牧师来找我说：“你来教主日学好不好？”我说：“牧师，我圣经不懂我圣经看不懂。”牧师的眼睛真很大，你讲亲来讲 gay 真的。他说：“那你来教主日学没关系的，你教了就懂了啦。”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上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在学校教书嘛，让人家觉得说：“你做老师，你教主日学你蛮尴尬，就觉得好像有点过不了那个关，你知道？就觉得后来就教。就因为要教主日学。所以我跟各位兄姐报告，主日学教主日学要不要准备？要我刚刚有讲，总会有出什么教材？对，我就把总会的教材拿来看。所以我是从主日学教育里面，从主日学的教学里面开始看懂圣经。因为主日学教材会解释很多嘛，它会解释得很详细，讲得很详细，把整个故事来龙去脉，然后那个前面，尤其前面的故事那我那时候还教青少年的主日学一样，青少年主日学也有总会的教材，那里面就写了很多了就因为这样子，对圣经开始慢慢越来越认识，越来越熟悉，所以我看懂圣经是从主日学开始的，所以特别跟大家分享，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所以如果各位兄姐对读圣经有一点困惑欢迎来担任主日学的老师，一定可以让大家有很大的收获。那也期待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虽然我是想要去造就别人，可是我在准备的过程，受益的是谁？是我自己，受益的是我自己。所以邀请大家，也期待大家，我们或者是成为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一起参与造就儿童的事工，或者是我们参与成人主日学，一起接受更多的造就。咱当心骂他来祈祷。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看见我们今天在早上的主日礼拜，许多的小朋友坐在我们的礼拜堂里面，他们安安静静，表现得非常好。他们很不容易参与这样的敬拜，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也让他们了解基督信仰的重要性。愿上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我们随时能够参与造就的事工，也让自己成为受造就的人。愿上帝你亲自来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愿我们所做的都蒙你的悦纳，也让我们持续永续的来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愿你的福音能够广传到全地。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30首，圣经第30首。细汉囡仔有落天病，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接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轮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请王思维、林以谦来书献。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学习更多的依靠你。我们用感恩的心奉献一点金钱，求主悦纳。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到囡仔行学义的路，伊到老拢袂歪错。箴言22章第6节。这是主日后要来的金句朗诵。这是咱来报告。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吗？好，那我们来看周报。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为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请为教会教育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第2堂礼拜后，中午12点半，本会于1楼绿地教室举行 AED 急救教育训练课程，欢迎兄姐向办公室报名参加，参加者备有午餐。第2点，各团契2024年新任同工如下：妇女团契2024年新任会长谢碧如，松年团契2024年新任会长李淑慧。也请尚未提供名单之团契小组及单位于15日前完成新任干部之选举，并告知办公室。第3点，
下主日为松年事工纪念奉献主日，礼拜中特别安排本会松年团契参与各项服事，请同工预备心，也请为松年团契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第4点，28日礼拜六上午9点举行本会明年度事工研讨会，敬请长职、各团契新就任会长及服事同工预备心参加，并以本会年度主题建造提出各团契小组明年度的预定事工计划。肢体消息，请兄姐自行过目。下周有被安排服事的兄姐，也请多加留意。聚会会计报告也请自行过目，如有错误，请向财务同工反映。以上，牧师有要补充的吗？好，兄弟平安。头拄咧介绍新朋友有新朋友在咱中间吼，咱欢迎昨迄个福音餐会福音茶会来到伫咱中间的一位姊妹叫做林欧美惠林福美惠姐妹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她。好，请坐，请坐。还有其他的吗？应该是没有了哈。咱真感谢主今仔日闭关长老有予咱真好的勉励你嘛有看到伊的 PPT 比牧师做的搁较水。期待咱真正会通搁较关心咱教会毋若是干那即个儿童的自由教育，嘛搁会通安尼来。参与伫咧咱的即个成人主义路不管是参与迄个教导，还是伫咧内底受造就，期待咱会通安尼做真好的即个训练。头拄闭关长老有讲到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迄个训练，迄个教导毋是干那教，是训练。迄个训练我想咱的主义老师做了真好，就是。伊毋是干那甲你教，伊阁是陪伴，迄个陪伴真重要。陪伴互因行伫咧迄个正确的道路，是伫咧边安尼一路陪伴，就甲亲像咱看迄一寡运动选手，因迄个教练是伫咧边毋是干那叫伊做，乃是真正有甚至阁做互伊看，所以咱的迄个教导的即个教育所以，迄个尤其是信仰的教育我想咱中间有真侪兄弟尤其咱的教会一个真特殊伫咧别间教会可能即种现象真少。咱的会友内面有一半以上是公教人员，特别是老师。咱有一半，咱用要一半的会友是老师对幼稚园老师一直到伫大学的老师。咱有遮侪老师，咱有遮侪资源，咱也无好好将咱的即个才能安尼来贡献出来。尤其是培养咱侪咱不管是咱的幼儿也好，咱的成人也好，咱当初是咱当咧咧教会咧讲到要建堂的时阵，嘛有讲到一项，就是教育。迄个教育是啥？毋是干那咱家己内底的教育。咱甚至期待讲，咱的教会会通成做正教会，尤其是南阳区正教会的祝福。迄个祝福就是讲，咱欢喜来开放，咱若真正咱有一间新的礼拜堂，咱会通有侪遮个办理即个教育的课程，来帮助其他的遮个教会。尤其咱的教会，咱若讲起来，讲今仔日咱不管是咱伫咧溪北，还是咱伫咧溪北。但是咱离溪南阁算近，所以咱算伫咧宜兰的正中心的所在，要帮助各教会来即个，尤其做信仰的培育，这是一个真好的所在，所以咱会通来善用咱教会的资源，来毋但帮助咱家己的会友，阁会通帮助咱正教会的遮个会友，会通互因有缘嘛领受上帝的祝福。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
呀，咱头拄伫咧即个所在，咱伫咧报告的第一项内面有讲到，就是咱迄个等下礼拜三第二堂礼拜三，咱有即个伫咧一楼律理教室有即个 AED 的即个急救的训练吼。咱毋好想讲这敢若像甲咱无关系吼，这才是甲你有关系吼。咱人食五谷的吼，加减拢会身体拢有状况。你若是临时安尼，尤其是你的心脏伫遐咧无爽快的时阵，你要找倒位去做急救，吼。搁咱的会友内面，若有人有啥物款的状况的时阵，咱有法度做及时的帮站无？所以即个 AED 的即个急救的教育训练，尤其咱中间有真侪老师，吼，恁可能伫咧学校内面拢已经有摕到即个 AED 的证照嘛，无一定。嘛真欢迎咱会通好来留落来参加帮站，抑阁无啥了解的会友，互因会通对即个设备会通有真好的了解。因为咱教会有即个设备，我毋知影咱知影无？咱的教会设备囥咧啥物所在？遐伫倒位？伫迄个楼梯口遐吼。迄个咱最近今年咱才拄更新设备啊，吼。迄个因为伊时间到，有年限到，伊就要求设备迄个更新，咱有做更新。是安怎爱做遮个？包括像咱一组真侪遮个公共，迄个公共对，是公共诶迄个场所吼。咱有侪遮个所在拢有放即种 AED 的设备，就是要帮咱。临时有状况的时阵，咱会通去帮助迄个有需要人。你今仔日伫遮安尼受训练，检测毋是用伫咱，但是咱用伫尤其有可能是伫咱四周围咱的亲人，拄甲咱做伙，要去倒位找，吼，要安怎去使用，这真要紧。所以期待咱时间若都合会好势，留落来参与训练，吼。好其他的部分，请咱其他咱家己来注意吼，尤其是咱安尼伫咧预备要召开即个年度的即个时间研讨会请咱所有各团体会通赶紧来完成咱的即个东港的选举也开始预定咱明年度的即个预定的时间。以上。我们一起同心低头来祷告。全能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保守台湾在疫情期间能够顺利度过，也求你持续看顾最近的流感，保守我们也能够不受威胁，平安的度过。求你看顾明年度的选举，能够选出符合你心意的人，保守我们的家乡，让台湾变成一个有公义的国家，也为巴勒斯坦恐攻以色列，为所有受难百姓，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也保守教会兄姐身心灵兴盛与健壮，教会长辈生活平安与喜乐。求你看顾教会团契以及众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尽心尽力地服侍你。也求你看顾教会携手爱无限的事工，可以帮助到社会需要资源的人，将耶稣给我们的爱分享出去。也期待教会青年有上帝的带领，将来可以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咱来吟祝福的诗394首。这是礼拜底要煞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Amen.
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你搁一摆来启示阮、帮助阮，互阮若重视信仰的教育，也搁较互阮会通开始来安尼培养阮的迄个款的教导，毋是干那只有干那教导，乃是搁较侪是要训练，为着要来造就搁较侪才会通教导别人的人，甲着会通安尼诚做传福音的人。主啊，你圣神亲自来开启阮的心，来感动阮，互阮会晓得欢喜来参与伫咧即个主日即个教日教导的即个时间，互阮若是干那安尼培养遮个约力，互阮家己也受培养，互阮侪遮个兄弟伫咧信仰的顶面毋若有好的造就，阁会通诚做造就人的人，互阮安尼会通伫即个信仰的道路陪伴阮侪遮个同行的兄弟，同齐行伫咧即个天顶的即个天路的顶面，互侪人因为阮迄个所活出来迄款助力，迄个国外的性命，迄款安尼的性命，就安尼，互侪人因的性命嘛要得到改变，也要得到助力来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灭道必会。